大家好，我係江。今日想講嘅係有一種人成功到可以消失，個世界冇即刻揾返佢，反而喺度等緊佢出現，唔係追佢交功課，係希望佢可以再繼續延續佢嘅作品落去。佢個名叫富橋義博，托卡斯約斯希洛。富橋義博喺1966年喺日本嘅山形縣度出世。如果你以為佢係一出道就係神，其實唔係。佢早期係畫過好多短篇，亦都試過好多唔同題材。直到去到1999年，佢喺少年 Jump 開始連載一套作品《幽遊白書》。咁連續4年連載，有19本嘅單行本。去到1993年，呢套作品仲攞到小學館嘅漫畫賞。而到1994年完結嘅時候，佢已經係一線嘅作者。呢個概念就好似係我哋仲諗緊應唔應該追夢嘅時候，但係佢已經完成咗一套屬於自己嘅代表作。咁跟住落嚟，佢休息咗一段時間去到1998年嘅3月，佢開始咗第二套長篇嘅作品《全職獵人》。咁《全職獵人》出到而家，全球嘅單行本銷量已經超過8400萬本。其實8400萬本漫畫銷量係真係好勁，而我覺得更加勁嘅一樣嘢係佢創作嘅期間係有長期停更斷載，仲要係好多時候話休息，但係可能係幾年之後先再畫翻少少。如果喺漫畫界嚟講，一套可以隨時消失嘅作品，但係可以買到8位數，呢件事基本上喺商業世界係未見過嘅。其實全職獵人係由2006年開始，佢已經有好多次嘅休刊，有時停嘅時間可能係半年，有時係1年。咁最嚴重嗰幾次係直頭停咗幾年嘅。咁佢講嘅理由有好多，健康問題啦、腰痛，或者係可能長期寫漫畫時候個坐姿唔好。咁當然仲要包括可能創作上嘅疲勞。而好多報道曾經講過，佢試過係要瞓喺張床邊畫呢個原稿嘅。雖然作者係好有爭議性，經歷咗好多次斷斷續續或者休刊，但係一班讀者從來都冇放棄過，一直喺度等佢。呢件事如果我哋發生喺現實世界，其實已經好唔合理。即係好似例如我哋返份工，半年先返一次，或者1年先交一次貨俾老細，咁個老細會點諗呢？但係佢可以做到嘅係，全世界都係佢嘅老細，但係冇一個人可以炒到佢。咁當然網上或者喺傳媒上亦都有好多攻擊佢，講佢其實係懶。咁你咁中意打機，咁你仲畫咩？不如放棄，早啲完咗部漫畫去啦。其實畫漫畫嘅人某程度上係一個藝術家嚟，但係佢有一種好特別嘅藝術家脾氣，我覺得。又或者如果用我角度去睇佢，可能佢有一個好特別嘅世界觀去睇呢個世界。如果有一日全世界已經認定咗你係天才，咁你會唔會仲俾個世界帶住嚟走呢？我覺得佢係有呢個諗法㗎。我哋其實覺得佢唔專業，只不過係我哋唔習慣，原來有人成功到咁，係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或者係。其實呢集呢個角色點解我想講佢呢？我係想帶出少少我自己對個世界嘅睇法，同埋佢呢個行為嘅做法。我覺得人喺成功之後，我哋需唔需要跟住個世界嚟行？會唔會仲需要跟住呢個規矩嚟行呢？我想帶出嘅係呢一點，因為人一旦成功咗，所有人會對你有期望，所以你每次要交足貨，每一次要進步，你唔可以差，唔可以退步，亦都唔可以保持沉默。咁樣會衍生到由人慢慢變成一件產品。但係富橋博二佢就做咗一件好少人夠膽做嘅嘢，就係去拒絕成為一件產品，去向呢個世界拒絕。我一直都覺得呢位作者係天才嚟嘅，無論佢2部作品《幽遊白書》或者《全職獵人》，我都有睇。由架構、諗法、伏線或者佢點樣佈局，裏邊嘅世界觀真係好大。而同一般熱血漫畫有少少唔同嘅，佢個作品風格係會有時透露咗人性裏邊嘅醜惡啊，或者係一啲反人性嘅道理。而佢係其中一個可以唔跟住呢個社會上定俾我哋嘅系統而行嘅人嘅其中一個代表者嚟嘅，我覺得係。佢選擇唔跟住個世界行嘅同時，佢亦都冇可能開記者招待會話我要點樣反社會，佢亦都冇寫咩論文。佢只係間唔中休息，但係突然間出現，又或者係消失一段好長嘅時間。唔知道大家平時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呢？當有時我哋越做越好，
但係反而會越冇自由，因為人會對我哋有好多投射，例如我哋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設，我哋要有一個好勵志嘅榜樣。但係其實大部分時間，我哋只不過係想做翻自己。我相信作者亦都未必係想同個世界去抗衡，佢只不過係想做翻自己，而唔俾個世界去吞噬。其實我對呢一類型嘅角色，佢哋個人物設定都好有興趣，更加令我明白到生存我哋唔係得一個方法或者得一條路，其實好多嘢可以我哋自己去創造。有時世界係逼緊我哋，唔係要我哋成長，有時係逼緊我哋去交代。我覺得要分清楚呢兩個立場，所以我深信要無時無刻去提升自己，未必一定話變強要俾人睇，而去到最後，我哋可以有選擇權，選擇自己嘅人生，呢個先係最重要。好似當呢個作者有能力嘅時候，佢可以選擇消失，可以選擇幾時休息，佢亦都唔需要同個世界交代，佢就可以100%做自己。但係先決條件一定要提升自己嘅實力。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因為你哋嘅支持真係對我好重要。呢度係福利人生，我哋下次見啦，拜拜。